喺香港有呢4位文壇大家：金庸、倪匡、黃霑同蔡瀾。佢哋被並稱為香港4大才子。一提起佢哋，你最先諗到嘅可能係佢哋嗰啲膾炙人口嘅作品，又或者係佢哋嗰啲風流浪漫嘅情史。但我今日要講嘅卻係更加現實嘅嘢，嗰樣就係呢4個人嘅財富身家。睇下，同樣係靠一支筆桿子食飯，呢4大才子邊個嘅財富實力會更高？同樣係拎住頂級嘅名氣同文筆，佢哋喺現實生活之中嘅經濟境遇卻有住天壤之別。有人唔單止靠文字封神，更加跨界做生意，將個人影響力徹底變現，打造出估值上億嘅餐飲版圖，晚年每個月花上百萬，真正做到生前散盡，身後無憾。有人一生創作無數傳世金曲，卻喺股市同投資上屢屢受挫，甚至一度破產，欠下巨額債務，不得不靠狂寫專欄，瘋狂接活嚟咬牙還債。有人雖然拎到全香港最頂級嘅稿費，卻恪守今朝有酒今朝醉嘅信條。走嗰陣，銀行卡入面只係留低咗幾千蚊現金。仲有人靠住極之敏銳嘅商業頭腦同知識產權意識，打下咗極之龐大嘅商業帝國，留低嘅無價版權令，後代幾世都花唔晒。今日我哋就嚟徹底揭開呢4大才子嘅財富賬本，睇一睇喺風流倜儻嘅文人名號背後，邊個先係真正嘅隱形巨富，邊個又係表面風光，背後歷盡滄桑。大家好，歡迎嚟到粵影往事。影片製作唔容易，歡迎大家訂閱我哋嘅頻道，點讚、評論同轉發，以防錯過更多精彩內容。首先要講嘅係4大才子之中，將活喺當下同商業運作結合得最為完美嘅蔡瀾。蔡瀾嘅一生完美演繹咗乜嘢叫做真正嘅瀟灑玩家。佢好細個嗰陣就展現出寫作天賦，靠發表文章賺取稿費，早早實現咗經濟獨立。成年之後，佢深耕電影行業幾十年，擔任過多間大型電影公司嘅製作高管，監製咗大量賣座嘅經典影片。喺電影產業嘅黃金時代，就積累咗極之雄厚嘅原始資本。然而，蔡瀾並冇止步於電影圈，佢將自己嘅興趣嗜好延伸到美食、旅行同生活哲學等各個領域。佢寫嘅專欄同書籍風行一時，稿費收入極之可觀。更加厲害嘅係，蔡瀾擁有極之出色嘅商業眼光，佢成功將自己嘅名字打造成一個金字招牌。到咗晚年，好多人選擇歸隱休養，而蔡瀾卻開啟咗自己嘅2次創業。佢將自己對美食嘅極致追求轉化為商業實體，創立咗多個知名餐飲品牌，由特色點心到風味小吃，迅速喺全國各大城市鋪開幾百間門店，品牌估值極高。此外，佢仲推出咗各種特色食品同調味品，構建起一個規模龐大嘅餐飲商業版圖。蔡瀾嘅生活態度極之達觀同超然。晚年陪伴自己多年嘅老伴離世之後，佢毅然賣晒手頭上所有嘅房產，將資產轉化為充足嘅現金流，搬入咗可以俯瞰壯麗海景嘅頂級奢華酒店長住。佢僱用咗極之專業嘅私人護理團隊，包括秘書、護士同私人管家，提供全天候嘅周到照顧。每個月喺住宿、餐飲同護理上嘅開銷高達上百萬港元，但佢對此極之坦然。面對外界嘅議論，佢直言不諱咁表示，自己辛苦一生賺嚟嘅財富，就係以便自己在晚年可以享受到最高品質嘅生活。與其將遺產留俾唔相干嘅人，不如喺有生之年徹底享受人生嘅美好。喺人生嘅最後階段，蔡瀾陸陸續續將自己嘅古董、書籍同私人收藏贈送俾親朋好友，將舉辦書畫展所得嘅收入捐贈俾慈善機構，真正做到生前散盡家財。當佢安詳離世嗰陣，佢留低嘅唔單止係美味嘅傳奇，仲有極具智慧嘅人生哲學。認為自己嘅人生就好似一部極之精彩嘅電影，過程已經足夠絢爛。跟住落嚟要講嘅黃霑，佢嘅財富軌跡堪稱4大才子之中最具戲劇性嘅一位。佢曾風光無限，亦曾跌落谷底，但佢身上嗰種傲骨錚錚、絕唔服輸嘅大俠氣概，卻感染咗無數人。黃霑嘅才華係全方位㗎，早在進入音樂界之前，佢就喺廣告界展現出極之驚人嘅商業創意。作為早期頂尖嘅華人廣告人，佢靈光一閃寫落嘅好多廣告金句，比如頭頭塊面，邊個唔要面？
至今依然廣為流傳。佢唔單止拎落國際廣告界嘅至高榮譽，更加創辦咗自己嘅廣告公司，年紀輕輕就實現咗年薪百萬嘅成就。喺音樂創作上，黃霑更加堪稱鬼才，好多風靡幾代人嘅經典神曲，竟然係佢喺極短時間內靈感爆發寫出來嘅。比如《上海灘》呢首膾炙人口嘅主題曲，就係佢喺深夜接到催稿電話之後，喺極短時間入面一氣呵成寫落嘅千古絕唱。佢同顧嘉輝哥合作，創作咗幾百首粵語流行金曲，橫掃各大音樂獎項，幾乎定義咗一個時代嘅音符。然而喺商業投資領域，呢位音樂天才卻頻頻踩坑。由於公司擴張太快，加上電影投資失敗，佢喺90年代遭遇咗重大嘅經濟危機，公司破產，背負上數千萬港元嘅巨額債務。雪上加霜嘅係，佢嘅感情生活亦喺呢個時候面臨重創。面對排山倒海般嘅打擊，黃霑並冇選擇申請破產、規避債務，而係硬着頭皮扛起咗所有責任。佢豪邁咁表示，只要自己手頭上呢支筆仲喺度，就一定能將債務還清。喺跟住落嚟嘅歲月入面，黃霑開啟咗狂人模式，佢瘋狂接通告、主持節目、寫專欄、創作歌曲，只要係合法嘅賺錢機會，佢都全力以赴。經過多年嘅咬牙拼搏，佢硬係用自己嘅雙手將千萬巨債還清。就算喺經濟最艱難嘅時候，佢對朋友依然保持豪爽合意嘅本色。好多電影去寫主題曲，只要劇組資金緊張，佢常常義氣相挺，免費贈送。更加令人佩服嘅係，晚年嘅黃霑喺身患重病嘅情況下，依然憑住驚人嘅毅力，喺香港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深入研究粵語流行音樂嘅發展歷程，撰寫出極具學術價值嘅開山論文。當佢離世時，雖然經濟資產歷經坎坷，但佢留低嘅嗰啲激昂澎湃、充滿家國情懷嘅音樂作品，已經成為咗整個華人世界無價嘅文化財富。再嚟睇核四大才子之中嘅倪匡，佢就完全走上咗另一條極端。如果話其他人係喺精打細算做商業，咁樣倪匡就係一位將寫作天賦發揮到極致，同時又將花錢藝術貫徹到底嘅散財奇人。倪匡早年嘅經歷堪稱傳奇，佢歷經波折嚟到香港嗰陣，身上只有微薄嘅積蓄，甚至連安身之所都冇。但佢憑住無人能及嘅想象力同極之驚人嘅寫作速度，迅速喺香港出版界殺出咗一條血路。倪匡嘅寫作速度喺整個華人文化圈都係一個神話。喺創作巔峰期，佢同時為10幾家報刊撰寫專欄，早晨寫科幻，晏晝寫武俠，夜晚仲要趕製電影劇本。一般作家一天能寫幾千字已屬唔容易，而佢居然能做到每日產出2萬字，並且幾十年如一日。佢一生創作咗幾百部小說同幾百個電影劇本，幾乎以一己之力撐起咗當時香港類型小說同電影劇本嘅半壁江山。各大報館同影視公司為了搶奪佢嘅稿，紛紛奉上天價報酬，佢亦順理成章咁成為咗當時稿費最高、賺錢最快嘅頂尖寫手。然而賺到天文數字稿費嘅倪匡喺花錢方面卻展現出極之驚人嘅揮霍能力。佢生性豪爽自由，崇尚今朝有酒今朝醉嘅生活態度。喺佢嘅觀念入面，錢賺嚟就係以便花掉嘅。如果留住大把鈔票離開人世，嗰先係最大嘅遺憾。喺年輕嗰陣，佢係各類高端娛樂場所嘅常客，經常同好友痛飲狂歡，一晚嘅消費動輒高達幾十萬。但佢眉頭都唔皺一下。除了享樂，倪匡仲有一個極之昂貴嘅興趣嗜好，嗰就係收集各類稀有嘅貝殼。為了呢個嗜好，佢耗費咗大量嘅精力和數以百萬計嘅金錢，喺全世界範圍內搜羅咗幾千個珍稀品種。此外，佢喺幫金庸代筆寫《天龍八部》嗰陣，因為討厭阿紫呢個角色而直接將佢寫盲，至今仍係文壇津津樂道嘅趣事。到咗晚年，倪匡回歸到平靜安詳嘅家庭生活。當佢安詳離世時，啲人驚訝咁發現，呢位一生賺取咗無數稿費嘅頂級大作家，銀行賬戶入面居然只係留低咗極為微薄嘅現金。
但佢留低嘅係無數膾炙人口嘅經典作品，以及一種率真無羈、兩袖清風嘅人生姿態。最後要講嘅係四大才子之中，商業版圖最為龐大、財富積累最為驚人嘅金庸。喺好多人嘅印象中，金庸係一位大文豪、武俠宗師，但事實上佢更加係一位極之敏銳而且果斷嘅商業巨擘。金庸嘅財富傳奇最初係由幾萬蚊嘅白手起家開始嘅。當年30多歲嘅時候，佢同伙伴湊錢創辦咗明報。創業初期條件極之艱苦，報紙銷量每日只有區幾千份。為了節省開支，金庸同太太甚至喺辦公室入面兩個人分飲一杯咖啡。夜晚為了節省車費，要等湊滿多個人先捨得搭車屋企。最困難嘅時候，佢甚至要靠拎自己嘅私人物品去當鋪典當，先至湊齊俾員工發薪水嘅現金。然而，金庸擁有一個其他商人唔具備嘅核武器，嗰就係佢嗰極之驚人嘅寫作產出能力。為了支撐起報紙嘅銷量，佢每日白天寫幾千字嘅時事評論，夜晚再靜落心嚟創作幾千字嘅武俠小說。幾十年嚟，佢幾乎每日保持住近萬字嘅高強度輸出，呢種超乎常人嘅毅力，令讀者哋為了追睇佢嘅小說而狂熱購買報紙。隨住小說名氣越來越大，報紙嘅發行量亦節節攀升，由幾萬份一路狂飆到10幾萬份。明報集團亦由此奠定咗極之雄厚嘅經濟基礎。到咗90年代初，明報成功上市，市值高達數億港元。金庸憑住手頭上嘅股份，直接躋身頂級富豪行列。隨後，佢選擇喺巔峰時期將股份套現，一舉獲取咗極之豐厚嘅現金流。但金庸嘅賺錢步伐並冇因為退休而停止，真正源源不絕為佢帶來財富嘅係佢嗰15部膾炙人口嘅武俠巨作。進入互聯網同影視蓬勃發展嘅時代之後，金庸作品嘅 IP 價值更加係迎接嚟咗幾何級數嘅爆發。無論係電影、電視劇嘅版權改編，仲係大型網絡遊戲、手遊嘅授權，都為佢帶來咗動輒數以億計嘅分成收入。喺版權保護方面，金庸有住極之嚴格嘅商業原則，哪怕係幾萬蚊嘅名號使用，佢亦堅持要走正規授權流程。對於任何未經授權嘅侵權行為，更加係唔惜重金打官司維權。呢種對知識產權嘅極度重視，唔單止維護咗作品嘅價值，更加為佢嘅後代留低咗每年都能夠穩定產出巨額版稅嘅無價寶庫。金庸喺生活之中對日常開銷算得非常精細，甚至常被朋友調侃有啲摳門。但佢對朋友喺關鍵時刻嘅求助卻從不吝嗇，呢種將精力同資源精準投放在核心資產上嘅商業智慧，令佢成為咗文化界絕無僅有嘅商業奇蹟。縱觀香港四大才子嘅財富傳奇，我哋睇到嘅唔單止係4套截然不同嘅賬本，更加係4種截然不同嘅人生哲學。蔡瀾代表咗頂級嘅生活智慧同商業變現，佢懂得點樣將個人影響力轉化為商業價值，更加懂得點樣喺有生之年徹底掌控財富，令財富為自己嘅生活品質服務。黃霑代表咗俠骨柔情同永無言敗，佢喺財富嘅巔峰同谷底之間穿梭，用音符鑄就咗不朽嘅精神圖騰。倪匡代表咗絕對嘅率性同自由，佢將寫作天賦發揮到極限，又將賺嚟嘅每一分錢都用喺當下嘅快樂上，詮釋咗何為曠達。金庸代表咗極致嘅專注同商業遠見，佢用手頭上嘅筆打造咗龐大嘅版權帝國，話俾我哋知，尊重知識產權同精準投資係積累財富嘅最強基石。呢4位才子雖然性格各異，財富結局截然不同，但佢哋都用各自嘅方式喺時代嘅大潮中留低咗最濃墨重彩嘅一筆。佢哋用一生話俾我哋知，財富固然能夠為人生嘅選擇提供底氣，但比數字更加重要嘅係，能否用呢啲財富去過上自己真正渴望嘅生活，去創造出能夠抵禦歲月流逝嘅精彩作品。如今4大才子雖然都已經離我哋而去，但佢哋留低嘅武俠名著、科幻小說、經典金曲同美食哲學，依然係滋養住一代又一代人嘅心靈。呢個或者先係佢哋留俾呢個世界最寶貴、最無法用金錢衡量嘅無價財富。時間有限，我哋今日就聊到呢度。
喜歡本期影片嘅朋友，請唔好忘記點讚、關注，您嘅每一次支持都係粵影往事繼續前行嘅最大動力。我哋下期再見。